早晨，醫生。早晨啊，兩位。阿黃先生，你患咗呢個急性尿潴留，屙唔到尿。我而家打算開翻啲藥俾你，翻屋企2個禮拜之後咧，再翻嚟醫院拔除條尿喉，到時再睇下按唔按到尿，到時再見翻我哋啦。你叫我出院？係咯。我個病都仲未醫好，你就叫我出院，我仲有條尿喉喎。你稍安勿躁先，尿喉呢樣嘢咧，其實喺屋企咧都可以好輕易咁樣自己打理嘅。咁你即係唔負責任啦。咁我喺屋企有咩事你負責啊？你信唔信我投訴你啊嗱？你哋冷靜少少先。咪咯，唔得噶喎！你咁樣叫佢出院，又咩叫尿袋？以上嘅情況咧，其實喺醫院嗰度咧，好多時都會發生嘅。因為呢啲咧係因為基於病人同埋病人家屬對於尿喉嘅護理唔係太認識嘅。咁如果只要佢對於尿喉嘅護理有一定嘅認識嘅話咧，咁其實呢啲情況都會可以喺屋企度護理條尿喉嘅，唔需要一定要住醫院嘅。咁以下落嚟咧，我同大家介紹下尿喉嘅護理啦。呢一個係一個成年男士嘅排尿系統構造，可以簡單咁分為膀胱、臍列腺、陰莖3個部分。尿液首先會儲存喺膀胱嘅位置，再經過尿道排出體外。但係好多男士都要因為前列腺嘅增生或者係其他嘅問題，而導致尿道口收窄，尿液唔可以能夠經過尿道排出體外，從而需要尿喉嘅協助。尿喉係點樣去幫助排尿呢？首先，我哋會將個尿喉經由尿道插入去身體裏面，直達去膀胱位置，從而將膀胱嘅尿直接由膀胱穿過呢個尿喉，就會排出體外。經過尿喉排出嚟嘅尿液，我哋就會將佢引流落一個尿袋裏面嘅。講解完構造之後，等我哋同大家講下尿喉應該要注意嘅事項啦。應該保持個人衛生，每日沖涼，並用番梘同埋溫水洗滌會陰。接觸導尿管同埋尿袋前後要清潔雙手。尿袋應放在膀胱水平以下，以免尿液倒流。尿袋唔可以接觸地板或者係其他唔清潔嘅地方。保持泌尿道嘅引流為一閉合式嘅引流系統，應該保持清潔。而引流嘅喉管、尿袋同埋佢嘅接駁處係唔可以隨便分開嘅。唔好將尿管立亂拉出或者推入，以免造成尿道損傷。管應該避免不必要嘅拉扯、踢倒、扭曲同埋受壓。另外，我哋可以用膠布或者其他儀器將尿喉固定喺大髀內側，從而減少因為拉扯而造成嘅損害。要多飲水，喺唔妨礙自己嘅病情之下，病人應該每日飲2500至3000 cc 嘅水。我哋飲水最理想係保持尿嘅顏色去到淺黃色，而倒尿係唔需要成日都倒嘅，因為倒尿如果次數太頻密嘅話，會增加感染嘅機會。最好係達到尿袋嘅2/3嘅水平先至倒。嗱，倒尿嘅過程咧，為咗避免感染，所以雙手同埋尿管嘅尿袋嘅管口咧一定要清潔。喺倒尿前要先洗手，跟住用火酒棉清潔管口。跟住扭開管口放尿。放咗尿之後，再用火酒棉清潔管口。跟住扭翻實個蓋，之後就可以倒尿同埋清潔雙手啦。好。
經過藥物治療嘅病人之後，最後我哋就會進入呢個 C1 病房度入嚟，係嘗試去拔除尿喉嘅。嗱，黃生，頭先咧我同你解釋晒所有尿喉嘅護理啦。咁你而家有冇信心翻屋企可以處理到尿喉啊？咁我都安心啦，明白晒啦。咁多謝晒醫生同埋護士。我哋明白到從來未接觸過尿喉嘅人，唔多唔少都有啲恐懼，要大家翻屋企護理可能會有啲壓力，但係只要遵照以上嘅原則同埋院方俾大家嘅指引，好快大家就會適應㗎啦。最後，我祝大家可以盡快康復，身體健康。